上海嚟到香港之後啊，我一個人我靠一支筆，一日寫1萬字左右啊。我日頭寫語言嘅作品，到咗夜晚咧，假如我有時間咧，我寫落我自己中意嘅嗰個走讀之旅，好似對待嚟娛樂自己嘅作品。呢一封呢，就係佢最後寄俾我嘅一封信。咁佢嗰日呢，就係翻嚟香港，由嗰日開始我哋未曾分開過24小時。4個字與眾不同嘅。